来看这个国民党昨暝伫高雄来举办胜选2020团结大会，党主席吴敦义甲韩国瑜小揽牵手，大声来喊当选，嘛是用行动来破除掉换韩国瑜的传言。昨日时，韩国瑜到去年已摕到12000张选票的基山的庙寺拜拜，也毋过讲到场的支持者并无当时选市长的时阵遐侪人咯。 甲韩国瑜热情揽一个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到高雄参加党部的活动，用行动要破除换驴的讲法。两个人也搁握手，有主席的小听，韩国瑜伊嘛称赞吴敦义。是几十年来最辛苦的党主席。这场团结大会拉滚基站有超过1000人来到现场支持，感觉上韩流有完发威，但是同一天韩国瑜到基山拜庙，形成强烈的对比。 连续到这个昆州宫、甲天后宫参拜，支持的群众无介多。去年大选韩国瑜伫基山地区摕到12000多张的选票，但是即马咧比起半个月前韩国瑜到新竹拜庙状况，高雄伫本地支持度好亲像下降的趋势。市长才做几个月，韩国瑜也未实现选前的政见，就急于展望中央，乡亲的心是毋是受到冲击？无定中华地方国民心韩国瑜也感受上清楚。